说水个好，国清解说2句啊，唔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相信无论老讲钱加加减减，咱拢捌听过。屈宏甲2句诗，讲宰相有权凌甲地，孤神无力可回天。我是孤神，我无在条挽回局势，将日本人赶出台湾。当然，甲午战败，甲日本人无在条太赢。屈宏甲一寡朝廷命官，又完全脱走福建广东。其中一个是伊的表兄弟谢尚新，2个去到广东无几年，谢尚新就搁倒转来到台湾。同款写批写诗，咧甲屈宏甲报平安，表达故乡的一切。屈宏甲用诗句甲回答，见面头一句讲：故人消失吉祥关，花发春生客思合。一指平安天月色，3年梦寐海中山。坡道道险牛难行，升国人非何未还？去日儿童金渐长，顶前道解问台湾。是啦，虽然讲咱2个远隔千里，不过咱听诗句，屈宏甲犹原心内思思念念，是故乡台湾的一切。所以接到表兄弟的诗词，讲你来报平安，敢若对天外飞来一张被。3年了，经过3年，我梦中犹原伫咧想起蓬莱仙岛，海外仙山。咱讲律诗，第3句、第4句、第5句、第6句，拢爱对句。所以过落去讲坡道道险牛难行，升国人非何未还？干那要寄一张被，汉文成语讲的牛雁往返都真困难。啊，如今物是人非，一切拢已经变迁了。只有我一个他乡外里流浪的人，还阁无在条转转到台湾。啊，毋过时间伫咧经过，1冬、2冬、3冬，囡仔已经渐渐大汉啊。伊原来会晓徛伫咧庭前问讲：爸爸，爸爸，你定定咧讲台湾，台湾，台湾到底是圆啊变？台湾是啥物所在？庭前就解问台湾。所以写诗伫咧回答遥远台湾的表小弟屈宏甲，犹原心内所想。是迄个难得倒转去的故土，互异族外邦占领的台湾故土。